国内出版商空显翰林南一的各中国小教材，即马传出来红影印摕去卖。伫新北就一间册店，甲考试更影印了后，放伫网络顶悬俗俗啊卖。也若桃园有连锁的补习班嘛，指控讲偷印出版商的教材，甲这试卷的电子档传去赖的群组分享，这两个案拢已经侵犯著作权，拢移送法办。见到罗兰桃园都是有名的补习班，就这样而已。早早一箱一箱资料都是教材考试单。这间位伫桃园的连锁报告机构，涉入盗版风波，防指控无经过同意非法印出版商的教材。警方查考600多份考题本，200多张测验单。补习班更加将盗版的考试单摄像用电子档传递赖群组分享给学生甲家长。有在这个赖的群组上散布这些相关的重置的著作权人的这些著作物，那这些家长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相关的著作权法，所以就主动向我们检举。为空显翰林到难入，家己出版的作品拢防非法盗用，受害出版商也发现伫电商平台虾皮有人咧卖盗版的影印教材。经过警方调查，直接去新北市永和一间老牌册局。是就做门市的书籍销售而已，所以其他你说那些事情我真的不是很了解。面对媒体询问，业者表示甲事实有出入，对专案无清楚。不过警方现场查考几10箱的测验单、侵权公碟等证物，干那两个案件侵权期待的超过2亿，拢达到著作权的红线。如果买到盗版，然后被人家说，你是这样子非合理的使用，人家卖100，你才用50，所以你这样子显然就不合理，也有可能是会被抓啊。就像以前假设买大补贴那种东西就是非法的你就不能使用大补贴啊。其实除了业者、消费者买盗版，律师提醒，也可能涉及不法，甚至随意下载影印他人的作品，只要超过合理使用范围，同款也违反重制权。记者综合报道。